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6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花莲县去安乡透早，一台价值上千万的宾利轿车失控车祸，40岁驾驶当场死亡，车顶嘛发现有毒品海洛因。立法院期的最后一日咯，那也要拼电报点数1.1块立法证交法修正通过，将七贵公司因有爱护基层调薪。美国前总统川普正式接受共和党提名参选总统，副总统的人选是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范斯。来看花莲县的吉安乡透早有一台价值上千万的宾利轿车，伫第11线2.7公里的所在，因为速度真紧失控，驶滑的时先去弄到路边的扛棒、铁柱佮桥墩哦，车嘛落落去桥底。40岁的姓陈的驾驶当场死亡，警方嘛伫车顶发现一细包的海洛因，坚持食毒赛车造成车祸，佮调查。伫监视器看到这台黑色的宾利轿车，速度正紧，驶伫咧吉安乡的海华路。一开始弄到路边的货车，过去弄到路边的看板了逃走，尾啊伫咧离第一个事故3.4公里的弯道，家己去弄到桥墩。就听到很大声嘣一声，然后后面救护车就来，我才出来看。哦，对，半夜我们都在睡觉，撞到这个，撞到车子啊，早上起来才知道啊。警消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发现被休到车坏驾驶吊伫咧车底，用吊架把变形的车吊起来，不过驾驶已经明显死亡。耗时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把患者顺利脱困，然后送医。那目前初步是没有生命迹象。警方表示，死者是今年40岁姓陈的男子，伊是前地方西亚会会长，车是甲朋友借的。暗时一个人出门，刚接到消息时阵，已经发生意外。哇，这个宾利啊，这几千万呢？这花莲无几会使呢。去喝酒吗？不知道。那里。人有怎样吗？他就一个人出去啊。是去吃饭哦。因为警方伫咧车内有找到敢若是海洛因的粉，无排除驾驶是食毒赛车造成车失控，家己去弄到桥墩。因若毒品的来源，也有车祸的原因，也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驻美代表伊大雷洪白讲滥用公款，立法院要求外交部爱交调查报告。外交部表示讲，因为代表宿舍有真侪家具佮设备拢歹去，嘛已经超过使用的年限咯。毋是亲像媒体报道的讲开800多万，实际统计金额是开新台币139万元。关于本案，驻美代表处已提供书面报告，外交部也据此完成了调查结果。相关结果，并已依据立法院外委会的临时提案要求，答复立法委员。外交部的报告指出，讲宿舍的碰椅佮眠床组拢已经使用超过20档咯，厨房的家私会老哦，所以种种设备的开销大概是42919块美金，差不多是新台币139万元。外交部嘛强调讲，驻美代表伊大雷上任半冬，有甲120个美国国会议员互动，佮有甲20间重要智库的领导阶层嘛有接触，嘛捌接受9间外国媒体的访问哦，是真肯定伊的表现。这摆一定是风台的季节，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去中央气象署视察，总统是表示讲，因为极端天气灾害是愈来愈多，气象署的预报哦会当来帮助政府应用。总统嘛承诺讲会全力来支持气象署。到气象署视察，敢无听说了？赖总统当场出高队，问伫8日暗为奥运台湾选手加油的2024总统府音乐会进行时阵，天气如何？我们那个文总办的音乐会，当天的气候怎么样？那天的午后雷阵雨也可能不太会下到我们文总就举办音乐会的地方，所以相对而言天气稳定，可是热，可能温度都在30度以上，提醒大家要注意，天气是比较闷热的。哦，现在已经精准到那个，即使下雨也不会下到这个区域。总统讲，因应气候变迁，总统府将会成立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结合三权学界加民间的力量，特别需要气象署协助提供气象资料。伊答应讲，行政院将会对气象署仪体设备加人才训练，予因全力的支持，一定会做到精准有报。气候变迁，所以造成天然灾害频传。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气象署的工作非常精准那么政府在做决定的时候也会更接近这个完美。
因为最近的天气也是真热真热，一直到拜六进前，局部地区高温有可能到37到38度以上。因为过头了，依然是热对流发展真旺，在现时强降雨发生的机会真大。自礼拜开始，南方的水汽增加，海面上热带系统也更加活跃。周末之后，南方这里开始有一些热带性低气压，甚至是台风会在这个区域发展起来。那因为这个区域的环境本身就有利于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发展，所以常常呢，一旦开始有台风出现，就不止一个台风，甚至是接二连三的在这些区域出现。气象署分析，在这礼拜内，海面上的热带系统拢未影响台湾，不过后礼拜开始，在咧风台固定连线形成。到时就要注意上新的风台路线。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目前市选委会等的审核人事书哦，有7名是向民进党的市议员申诉，讲伊险啊，就互里长陷害，签一张讲方偷用各资哦参加罢免谢国良的声明。另也是指控讲市政府出奥步要来阻止罢免。市长谢国良今仔是强调讲，伊并无了解，目前哦，伊是专心市政。不要在基隆搞白色恐怖！不要再。贵人的民进党市议员开记者会，指控有接到里面投诉，公因出来人参加里面的活动，所拄到里长提一份调查雇主是不是被盗用用伫咧罢免的文件，要求伊签名，也该留雇主，伊当场未签，想要翕相存证，所以伊动。议员质疑雇主是不是要提供给贵人市选委会，也质疑起户概率。就是想说可以拍照，他看见，他马上就过来，他说这不能拍，就马上拿走，然后继续叫旁边的人写。2024年竟然还在用30年前的老手法，现在是白色恐怖时代复辟吗？被指控的里长是强调，因为里面有反映，惊讲雇主被盗用，伊才家己做一张表进行了解。迄就是讲，就是真的里面咧质疑讲因的资料去互人盗用。这部分来讲有这质疑嘛，咱都是敢若个服务者安尼尔，无啥物。这个我完全不了解这样子的情况。我想选委会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依法行政的程序这一点也请询问一下选委会。对此，谢国良强调，无了解这种情形，目前也是专心伫咧市政。针对罢免案，也传讲贵人市选委会对有疑问的连书会寄询问单，若是无回，就会直接认定是无效。但是中选会已经表达无同的意见。对此，谢国良强调，市选委会是决议制，选务是中立独立。给这个不管是地方选委会或中央选委会一个最诚挚的一个建议，任何不依法行政的一个作为，我想第一个法律上可能是站不住脚。被中选会警告不能回答问题，不然你找中选会问好了。从来没有讲过个字，从来没讲过数量，我也从来没讲过跟中选会不一致。对此，中选会重申，中央甲地方的选务机关拢爱依法办理选务，若是地方的选委会无依法办理，在必要时阵，中选会也依照职权调查证据做适当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的国民党团跟立委提出全民健保法的修法，望讲健保的点数1点会当保障0.95块，还是讲1块？也毋过前卫生福利部部长现任的政务委员陈时中是警告讲，若保障点数写入去法条，恐惊会造成消费者跟医疗界的冲突。因为立法院的党团已经协商真侪届拢破局，今仔下晡可能会伫议会直接来进入表决。血管医学环境继续恶化，加上健保给付点答偏激，有部分医护人员离职，甚至出现有病床无医护人员的状况。立法院国民党团甲部分立委提出健保法第62条修正草案，希望将保障点答执法每点0.95块或者是1块，予基层医护人员定心丸。医界也表达认同。我们强烈的呼吁，这一次不论是保障1.1元或是0.95，都应该入法，有法律的保障，那政府才会遵行。不过健保署表示，若保障点答1点1块，明年健保一定增加7155亿的预算。若民众保费恐惊会起，也可能出现医疗资源分配重头轻。政卫副部长也是现任的政务委员陈时中是警告，
保障点单垃圾法恐惊造成消费者甲医疗之间的冲突。消费者跟医疗提供者还有健保官方管理者双方面，因为没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停损点，所以冲突会加剧。在没有很完整的相关的配套之下，那恐怕对于我们刚刚所要做的很多的改革，也会造成相当大的这个影响。周宗良强调，健保点单不应该先过价，按过不应该透过修法加做制度式的评定，安尼可能合作者更加强，偏向更加偏向，希望调下议会应理性讨论。立法院党团经过真济摆协商，拢破局，无排除16下晡在立法院会进行表决。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三读通过《证交法》第14条的修正案，规定讲上市上柜的公司爱伫年度盈余提拨一定的比例为基层的员工调薪水，也是讲分红。若属公司了钱哦，嘛应该爱弥补。望讲透过修法，互人才当继续留伫台湾。决议证券交易法第14条条文修正通过。证券交易法第14条修正案，16第立法院院会三读通过。条文内底明定，上市上柜公司爱伫章程内底写明，以年度利润提拨一定的比例，甲基层的员工调薪水或者是分配奖金。这种上市柜公司，如果因为这个加薪的一个这个效果，持续可以留住人才，甚至抢才化，也会带动同业要跟进来加薪，才有办法来留住自己人才，跟其他有加薪的同业来抢才。修法主要是因为上市上柜公司是产业界主要的大公司，公司若有趁钱，应该积极提升员工的素质，甲人才留调的。立法院调野党团协商有共识，主张提拨的比例由劳动部甲财政部提出，若调整薪水或者是奖金，会当为迄年度盈利事业所得额来检讨。不过公司若还有累积的亏损，嘛要甲补起来。引起关注的是，塑化业大公司台塑集团每年的7月份拢会进行年度的调薪水，按算17早起会开会讨论调薪水。根据了解，目前倾向调薪水3%，而且一个月增加600块伙食的津贴。不过最后的结果也是爱等财事来决定。台塑企业工会表示，希望能达成劳资双赢。你定得太低，可能有这个定锚效应；你定得太高又不可行。再来，我只定个提拨比例，我更不管他怎么去分配。这盈余怎么分配？我分配给高阶主管的，分配给中高阶的，跟分配给底层的，我到底怎么分配？我们也管不到嘛。那这样的话，不见能够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为了薪水透明，参考的条文内底嘛明定，上市上柜公司按规定编制年度财务报告的时阵，应该另外依主管机关的规定，公开公司薪水甲奖金的政策，也有全体员工平均的薪水调整等等的资讯，希望当改善劳工薪水价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立法院这个会期的落尾一日，有真侪法案拢要来拼进度。民进党团是强调讲，因会尽全力来阻挡一寡危险无合理的法案。民众党是呛讲哦，因绝对袂同意 NCC 万年委员的条款。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点名定业法，日台儿童上当会当判死刑，要来拼这重要的法案三读。立法院本会期16就要休会，调野准备议案来攻防。民进党团清点在野党几啊项涉及肉桶、健康甲危险的法案，亲像全民健康保险法、无财源之用，恐惊会互健保制度崩盘。定业法由立法院同意定价审议决议，侵犯专业机制，会照技术的听书全力来阻挡。定业法，国民党想要的是由立法院来决定电价的调涨调降。这当然用政治来凌驾电力的专业。NCC 组织法，在野党坚持要删除过渡条款，可能会涉及瘫痪了 NCC 的运作。现在在中华民国各个重要的组织里面，有哪一些组织是任期到了，新的委员还没有产生，旧的就继续延任下去？只有 NCC 加上后来超 NCC 组织法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在野质疑讲 ，NCC 组织法是10多年前透过党团协商，完全无立法理由的进行之下产生的，未同意万年委员的条款延续落去。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嘛清点国民党重视而且要通过的法案，包括定业法、儿童虐待案件，除了无期徒刑以外，上当判死刑、控诉控3禁载重建条例等等的案件。包括定业法，
这个政府涨价是不是应该要公开透明？还有这个虐儿案是不是能够用确实的杀人案来法办能够除了无期徒刑以外，能不能到死刑，能够有吓阻的作用？立法院长韩国瑜唔但调集调解协商，内底拿着白过招，外口嘛有公民团体提出有争议的交易案，包括健保点数价值的调整、NCC 组织法、电业法等等，呼吁各界都要注意，希望拿白爱靠有站在的。国会目前已经是有 NCC 委员的同意权，那现在呢，蓝白两党希望在同意权之余呢，他们也要染指行政院的提名权，那这个就是破坏权力分立。劳动局指出，第30案中国配偶比照外籍配偶的条款，甲第46案无对等对中国开放关公，拢是完全无咧要依中国的威胁。民团嘛持续伫线顶直播，说明立法院上审议事的进度甲表决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人工智慧是愈来愈厉害。国防部公布4种各方上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包括网络钓鱼、偷摕机密、假造影片来扰乱军心、假造卫星图片来影响政策制造争议的信息造成对立。呼吁讲有怀疑，就爱查证，嘛唔通乌白传。AI 人工智慧最近正流行，也产生深伪技术的挑战甲风险。尤其若是敌军伪造以假乱真的错误证词，就可能达到认知作战的目的，包括网络钓鱼、偷摕个资、机密、伪造影片扰乱军心、伪造卫星图片的样态、混淆侦察的工作，造成错误的判读，制造争议性的资讯，加重对立甲仇恨的情绪。中共在 AI 相关的论文发表的数量是全世界，它是站在第1位的。生物技术这个部分，他们的研发应该至少是在以先进国家应该是同步的。国防部呼吁面对可疑的资讯，爱秉持无轻性、无传播、爱查证、爱澄清的原则，来降低被骗甲误判证词的风险。未来也继续强化官兵的识图能力、资源意识。因那立委吴国昌伫最近讲，国军的太阳光电设备是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国军表示，伫设备内面的路由器部分涉及到网络的传输功能，会能甲厂商终止合约。有24案是有使用到录制产品，这个路由器具有网络传输的一个功能，已经违反国军资通管理作业的规定的要求。我们未来最终会核予终止契约。因那国军二队提出中正纪念堂蒋介石动上大厅，外界这么关心自我甲头寮的年轻的二队以后是不是在做调整？国防部是重申自我甲头寮二队的部分暂时无做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发布咱国内头一份所谓网络性别暴力的状况调查有超过5000个样本。调查结果显示，讲18岁以上的民众有60%捌拄过所谓网络性别暴力，伊数了上济有48.5%，显示讲有一半的民众捌伫网络顶头受到骚扰。艺人黄子佼涉嫌上网买未成年查某囡仔的性影像，以违反儿童甲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起诉。15出电，佫一个引起大众的关注。类似所谓网络性别暴力，伫现处时的社会是愈来愈多。根据调查，咱国18岁至74岁的民众受到所谓网络性别暴力，一年成形率是47.4%，终身成形率是59.4%。在整个网络上面主动来巡查、来通报我们的这个警政署来做相关的这个查，务期要来保护我们所有的这一个儿童、青少年，而且最主要就是网络方面的性暴力还有性剥削。这是卫福部头一届发布咱国所谓网络性别暴力状况的调查，在各种的形态内底，以骚扰的终身成形率48.5%上济。过来按顺序是经体甲攻击是26%，跟踪甲网络敲碎是21.8%，控制或者是限制表意是11.7%，影像性暴力是10.4%。以受害者的年岁来看，以30岁至39岁终身成形率71%上悬。那各位所最关注的影像性暴力，不管是未经同意拍摄，或是威胁散布，或是已经散布，这个东西都是影像性暴力。那整体的终身盛行率是10.4%，也就是1%。性影像处理中心从去年8月15日成立，到今年5月底期间，受理的案件有达1150件。卫福部呼吁受害者除了会当透过中心申诉已读性影像，
透过受害者保护命令，禁止加害者重新制作、散布性影像，嘛来自全国8间性创伤服务中心，提供咨询、治疗甲辅导。记者综合报道。昨立法院3读通过劳基法修正案，那经过劳资双方协商就袂当强制劳工65岁一定爱退休，嘛规定讲头家是袂当来减薪，违法的头家上济会罚款150万，嘛会公布负责人。19个立法院3读通过劳基法，并文化规定，若劳资双方达成协商，劳工免强制65岁退休。有民众认为，这会当予有意愿的劳工继续贡献社会，也有民众规划65岁就要准时退休放轻松。你65岁会想继续工作？不会啊。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会想要休息。前面个走啊。没有事啊，就加减做啊。他们觉得还想要贡献社会，想要赚点钱，有安全感，不是很好吗？虽然新法规定，雇主继续聘用劳工，袂使减劳工的薪水，但是劳工团体讲，实际上定拄着雇主爱劳工接受减薪，劳工离职了后，搁一摆请劳工转来做工课，咱法律规定的工旁。劳工团体认为，爱互劳工更较侪决定的权利。继续食头路的这个劳工吼，伊的状况基本上一种是讲伊的技术真特别，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讲，这个劳工伊伫经济上可能较弱势，伊一定需要这个头路。的头家遐伊就会讲，你若想要继续做头路，你就要接受我开的条件。另外，劳工团体也烦恼，这敢有可能造成退休金爱延后领？劳动部表示，过65岁若继续做工课，劳保通继续加保。不过，若选择先领老年给付，搁再重新继续做工课，劳保就干那通保职业灾害保险。记者李友凯台北报道。来看捷克参议院的议长韦德奇，捌伫疫情期间带团来台湾访问。捷克众议院的议长艾达莫娃嘛捌带100多人的参访团来台湾哦。台湾甲捷克2国的交流是真密切，背后拢是咱国主捷克大使郭亮瑞的用心哦。大使推动台湾的外交、唔拿科技、产业，去年嘛成立文化组来推动双边的艺文交流。这几年，台湾和捷克的关系真密切。捷克自2020年就表现出优待的行动。伫咧驻捷克代表处的外交领事大厅，也有展示真侪有台湾意向的物件。郭亮瑞表示，代表处除了台湾人会当来处理护照、签证等等，一寡对台湾有兴趣的捷克民众，像讲要到台湾留学、做生意的人，嘛拢会来遮找代表处了解资讯。这个引弹机械的部分，甲汽车的部分，当然传统上来讲就是真好。咱台湾人电子的部分，即马阁有 AI、人工智慧啦，也是迄个半导体这方面来讲，嘛是介重要。捷克人有哪拢知影讲，咱台湾在这方面是足厉害的。有哪会不时想看有啥物样的机会？大家来讨论，看会当免哪做合作。捷克自2020年就表现出优待的行动，亲像关疫苗予台湾，阁有参议院议长韦特奇来拜访台湾。然后2023年，阁有捷克的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华，带领150人的参访团来，来推动这个外交事工。其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驻捷克代表处的郭亮瑞大使。伊自2010年开始到捷克做外交的工作。伊表示，捷克和台湾除了拢是民主国家的阵营，捷克原来伫科技方面也拢真希望和台湾有进一步的合作。另外，代表处自2023年开始，嘛设立文化组来推动台湾和捷克文化交流的合作。这些书都是我们文化部就是外译出版在海外补助的成果。事实上，像这一次的作家阅读月，那因为有这些书的出版，所以就让台湾的文学在这边有能见度，那也引起了就是当地民众的兴趣，就会去听那些东西。所以其实这是慢慢的生根，就是从1本书、2本书，然后出席成册。这和捷克这边的作家也好，也是因的迄个文化界的人士来合作来交流，这两边会当更较了解。那像这种的活动，我相信未来会愈来愈多因为台湾对
才去这个国家有兴趣，才去对咱有兴趣。观众对但是表示哦，伫咧捷克这个所在，真侪人拢知影讲台湾的 AI 和半导体科技真厉害。另外呢，自2023年开始，台湾和捷克有直飞的飞联机，希望讲会当促进双边的观光交流。但是呢，伊嘛希望讲未来会当透过艺文等等无共款的面向来增加捷克和台湾之间互相接触、理解的机会。以上是记者卢尚如、柯敏哲伫捷克的采访报道。再来看宜兰县外面国中西澎船环岛，按算28天要航行1939公里。昨后澎船到中部海域，其中有一只伫中华附近的渔港靠搭。海巡署是派船甲13个老师和学生才到另外一只澎船顶头，继续因的行程。海巡署派来的船慢慢挖近，一只重量有34吨、长度67的重型澎船“光卡号”伫中华轮尾湾渔港的航道顶头靠搭，船身小可崎岖，船顶的师生等待救援。上面好几个人，这样子，总共13位。宜兰县高边高中小这个月初5 136个师生展开接力驶船驶台湾一年的计划，由苏澳港出澎。迄当阵总统赖清德亲身到现场甲祝福。海巡署第3海巡队表示，宽大的澎船“光卡号”甲“阿木号”7月15早起入去到轮尾湾渔港补给的时阵，拄到退楼，其中“光卡号”靠搭，船顶13个师生由海巡署接送来到阿木号继续行程。108栋艇立即释放救难小艇前往救援。于上午10时许，将所有人员全数接驳离开搁浅船，再接驳至到另一艘帆船上。我们有2艘船嘛，就让那个有搁浅的那艘船的所有船员都换到另外一艘船来，船舶就等涨潮啊，等涨潮以后再离开。航方强调，光卡号伫7月15下晡4点已经借电楼脱困，16暝是2点去到后一站澎湖。海巡署表示，师生的澎船入去到中部海域的时阵，就有派巡防艇伫边仔咧介护，全部人员拢平安。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的南洋妈祖文化节9月19到21日举行，会当坐伫海上搁陆上踅景。宜兰县政府最近是公布讲，民众就爱透过旅行社来报名海上踅景的活动。外界嘛质疑讲，县政府敢是把宗教活动当作是生理在做咧？船队出发的时阵放炮火，船顶载着妈祖的神尊。南洋妈祖文化节活动邀请时阵是行海路，真有特色。逐年拢吸引真侪游客。不过县府的资讯讲，今年要参加爱报名旅行社的大数行程。对外面或观光客人就可能他是有必须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这样会对于在地人可能就会觉得参与性没有这么高的意愿这样。民众认为宜兰人参加活动无大数的需求，为着出海强迫爱大数无合理，就无想要去参加，有人质疑。县府安尼先做是将传统的宗教活动商品化。妈祖文化节其实还是宗教文化的意义大过于就是商业的行为。2024南洋妈祖文化节自9月19到21日，主办单位除了宜兰县政府，也有南方澳南天宫。这边海巡活动是南天宫负责，讲大数行程是希望吸引更加侪观光区的民众。看看将来的整个报名的结果如果还有剩余的一些位置我们可以来采取给县民来报名了哈。县府表示，因为坐船的名额有限，已经甲南天宫协调，若是8月15报名停止进行，也有船费，而且旅行社煞唔免大数行程，互县民来报名，或者是协调外县市的船队增加规模，开放无需要大数的民众参加。而且活动搭配旅行社，宜兰妈祖绕境并唔是修例，只是为了要推销活动，并无商品化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前总统川普15日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提名，嘛公布伊的副总统的人选是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范斯。美国总统拜登是批评讲范斯甲川普拢是同一类的人。另外，伫代表大会外口有3000外的示威的民众来表达讲因反对川普参选。前总统川普做着庆祝了后第一摆出来，伊的正耳啊包掉咧，面带笑容，行入去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受到全场的欢迎。He is here tonight to show his courage, his defiance against somebody who tried to kill him. You will not
take this man down. He has the courage, the strength, and he will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2天前，到尾暗杀美国前总统川普15在密尔瓦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得到提名，会代表参选年底总统大会。伊选择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今年39岁的范斯担任副手，也得到提名通过。川普表示，目前海军陆战队为国家服务的范斯，以上好的成绩2年来为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是耶鲁大学法律期刊编辑。耶鲁大学法律天鹅军人协会主席，以写作品卖甲真好，搁拍电影。Picking Vance as his running mate doesn't necessarily give Trump a boost in terms of geography for his ticket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Ohio is now considered a reliably Republican state, although it has been a battleground in times past. 范斯真受川普支持者欢迎，暗过是不是因扩大选票的吸引力，还该观察。两人在政治上的接近态度拢同款，伊伫对提权者议题保守言论，可能会互温和派选民唔敢去选。外交议题顶悬，若台湾被攻击，美国实际上是采取战略模糊政策，先尽可能互中国无法度攻打台湾。若中国发动攻击，美国阁决定爱安怎做。不过，其实以2016年，我是川普上严厉批评者，后来煞正做川普上坚定支持者，甚至为伊辩护，认为川普是因为选举问题才会输。美国民众会阁看到川普拜登对决，拜登15接受专访时，阁表示伊袂退选，也对川普做了暗杀前几天，把呼吁将川普放伫背心这种讲法，承认是一个错误。Taken a step back and done a little soul searching on things that you may have said that could incite people who are not balanced? Well, I don't think, look, how do you talk about the threat to democracy, which is real, when a president says things like he says? Do you just not say anything because it may incite somebody? Look, I've not engaged in that. 迄一天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顶外，有数千个反对川普的民众，因关心移民者、巴勒斯坦人的权益，甲呼吁对提权，也要去气候危机。现在早到这一天，暗过真正听到川普的代表参选年底总统大会的时阵，议员是真无欢喜。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再来看英国的布里斯托，之前发现讲有一个行李箱啊，内底有遗体哦。警方指控一个查甫人涉犯2件谋杀罪，杀死一对男同志的脚部。另外，非洲肯亚的警方昨晚宣布讲，因抓到一个连续杀人魔，这个33岁嫌犯卡鲁莎涉嫌伫2022年到2024年的7月，连续杀死42个查某人哦，佮分尸甲尸体带入粪扫场。真侪人围伫咧粪扫场边仔看，工作人员将塑胶肉瓦包的尸体吊起来。肯亚自10年以来，伫首都奈罗比南部贫民区附近的粪扫场，设立真侪具用塑胶肉瓦包起来、残破不全的尸体，苦派情形震惊全国。肯亚警方15公布，伫咧一间酒吧附近抓到一位33岁嫌犯卡鲁莎。The suspect confessed to have lured, killed and disposed 42 female bodies at the dumping site, all murdered between 2022 and as recent as last day, 11th of July, 2024. The suspect alleged that the first victim was his wife. 桌顶摆是凶嫌犯案的工具。肯亚警方讲，伫做的厝内面敲出一支开山刀，12个尼龙底下一箱工业的手链手笼，一个电脑的硬碟，加8支智慧型手机等证物。所有被害人拢是颔骨仔先被碎死，结果分尸等伫咧粪扫场。台人的动机还阁伫咧调查。It is crystallizing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a serial killer, a psychopathic serial killer who has no respect for human life. 另外，英国警方是逮捕一位34岁查某人，伊被指控谋杀2位男性，也就是进前伫咧布里斯托市克里夫顿吊桥发现有装着人类尸体行李箱。警方表示，2位被害人是伴侣的关系，伫伦敦西部一间公寓同居，嫌犯也捌伫遮住过，并且伫公寓内面发现2位被害者的尸体。公视新闻郑伟林编写。
中国伫拜一发布第二季的经济成长只有4.7%。最近伫上海是真侪人拢找无头路，只好做临时工来趁食。中国有报告指出讲，中国的产能超过需求所以想要用俗价来拼外销，这对全球的经济造成真大影响。嘛，致使欧美甲中国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上海劳工伫咧工作派遣站外口，希望会当找到一份头路。中国经济成长放慢，伫8月所发布的第二季经济成长是比预期较低，只敢若4.7%，是2023年初以来表现上歹。真侪上海民众讲，即马找头路真困难，有人做送货运、做保全、美食外送，啥物工课拢做，即马也阁有真侪人找无头路。比今年比去年要稍微差点，上海发展的到了尽头。是，能找到就找到，找不到就回家呀。今年的整体状况，企业啊，包括个人，可能都是很受压力。甚至可能大家会感觉比过去3年疫情期间的状况还要更有压力感。中国当局表示，今年的目标是实现5%的经济成长。中国第20届三中全会8月正伫咧北京召开，会制定多一寡经济成长策略，正受各界注意。伫过去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常常会制定影响经济长期方向。1978年批准改革开放。自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化经济，1993年认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再一遍确认市场经济资源分配决定性力量。学者分析，伫这边会议关注的焦点，将会是政府安怎平衡经济成长加社会平等。中国是外资企业投资兴业的热土，我们将继续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经营做好服务保障。其实，中国产能过剩不是新的问题。全国工总指出，在过去中国加入 WTO 了后，西方国家加生产基地外移，是中国冲击1.0。因过伫咧中国经济绿化、类似求索，加生产过多的产品对外用俗价来倾销。对全世界经济带来中国冲击2.0的压力。工总分析，中国产能伤过多问题，反映出中国甲欧美对市场规范的基建无法度化解，一定会成做欧美甲中国新一轮出招的开始。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过来消息来看，这里国道3号中华河美路南的路段发生死亡车祸无想到讲，同一路段离无到100公尺，伫昨下晡5点阁发生5台车拢做伙，造成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上北的车正顺，不过路南的车是塌加落长。国道3号中华河美路南195.1公里，昨下昼5点外发生连续对撞的事故。占用中加外车道，后壁的车塌要到5公里长。消防局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把驾驶救出来。总共3台大货车、1台轿车，还有1台箱仔车拢做伙。黑色的轿车车挂规拢掀开，白色的箱仔车车头也弄甲密密毛毛，弄击的力量真大。其中2个人当场无喘气心跳，暂时也是救袂大，还有5个人受伤。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有5台车辆发生车祸，救护人员发现现场有3名受困，经抢救后于17点17分全数脱困。事故办理了，现场伫咧暗时6点50分恢复通车。正巧合的是，这件车祸发生的前一天，同一个路段也发生3台车的车祸，造成1位货柜车的司机死亡。这2件车祸的地点只敢离100公尺。而且拢是发生伫下昼5点外，目前车祸的原因也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长超过15公里的高雄市立园道，伫铁路地下化了后，即马真正是民众休闲的好所在。也毋过最近所发现，讲有一寡汽车佮奥多摆拢驶入来，是真危险。市政府嘛强调讲，这是禁止汽机车那你也着上少会当罚600块。没那么扯。想到哪里去了？含驾驶看了，拢感觉含有汽车一路驶伫高雄立园道，但是这明明敢来当互行人甲自行车使用，禁止汽机车。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有基本观念吧？那种都已经，对啊，不一样了，应该是不行骑吧？哦，
如果还有多几根柱子的话，他们可能会比较知道说机车不可以上来。那个现场也是有车辆违规撞入来了后停伫遐，民众讲车辆乌白撞的情形常常看到，含脚踏车停车架嘛，互撞入来汽车弄歹去，原本的路洞嘛，互弄歹去了后刷去别位。汽车驾驶人驾车行驶人行道，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另本分局已责请辖区派出所加强该路段的巡逻及取缔。立远岛庄25公里，伫铁路地下化了后，绿化变作是民众休闲的地点。去年全区单属土地超过3500件，其中发上侪就是骑车、赛车入来人行道，嘛互地方划为要市府来设路洞。公园处将视状况评估是否增设阻隔车主。市府表示，汽机车违规主要由警方来处理，公园处是负责的硬体维护。烦恼车动会影响到新生障碍朋友的通行，咁要实地还阁看后续观察来评估。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天气热哦，真侪人拢真爱耍水。屏东的瑞波顶礼拜六，当地7号水圳哦，都有民众把水圳当作是储水池在耍。水利署是强调讲哦，水圳的水量是真大，顶头还有阿门头的便桥，无细里就会着伤，所以呼吁民众哦，唔通伫水圳耍水。穿游泳裤的查甫囡仔顺水流向水尾冲，将水圳当作耍水池伫耍。屏东内埔乡一个民众，顶礼拜六13伫当地7号水圳耍水，并将过程翕落来，伫网络引起讨论。但当地民众提醒，上好卖落去。以前小时候很多人玩因为现在都有农药，9·11地震过后水脏掉以后就没有。这较紧啦，你下面有石头扫，咱嘛无看嘛唔知啊。是该凉掉啦，毋过嘛是小可危险。马路边的水圳亲像飘飘河同款，伫热天看起来真清凉，但毋拿农药等问题爱考虑。水流急加上水圳顶管连接马路甲田的安门头便桥，一无细意就可能害民众受伤。而且7号水圳的用途其实是供应灌溉用水。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也希望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天气炎热，那你如果要玩水，一定要到公告合法的水域去玩水，那有安全的设施。那这个水郡是完全没有安全设施。清凉的水圳有可能掺着危险，水利局呼吁民众重视耍水的安全，并表示虽然即卖法规并无伫灌溉用水圳耍水的法条，但会考虑增加相关规定，禁止耍水的行为，以免民众发生危险。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今年哦，台东县的热气球节已经第2礼拜了，也毋过今年台东的大房率平均只有5成，甲过去的8成是差真济，所以业者是拍拼来宣传。另外，台东县政府哦8月30开始会有3只越南台东直飞的包机哦，头一帮嘛已经客满了，业者嘛望讲会当有固定的包机引进国外的观光客。台东的热气球节吹人开幕了，台东县暑假观光旺季正式开始。不过因为受到个人出国旅游增加，也有北部到台东铁公路交通连续受到地动大雨的损害，予游客较无想要落南到台东。其实台东是正安全的地区，不过办几落场的热气球活动，人气甲往年拢袂比的。观光旅游业者几落遍向政府争取斗3工，不过拢看袂到效果。这么业者杀普通时大房优惠，也个上款家己打台东安全的海报，希望个人到台东来旅游。你说客人有来到你店家的时候，你也可以，客人愿意支持，我们就一起打卡，让我们把台东安全的这个讯息把它传播出去。从上礼拜开始，我们的光雕活动已经带来爆满的人潮。那接下来我们后续呢，还有一系列的包括海外的包机活动。县府表示，已经甲国内旅行社合作，向越南提出包机直飞台东。8月30首航已经客满，载230位越南的游客来台东，也载230位台东的旅客去越南。业者讲，包机若常态化，会让创造外籍游客敢要出国的在地人更加方便的旅游环境。我们说3个梯次，那至少如果都客满的话，那有越南那边有690个人过来台东做旅游。业者讲，因为这边越南包机行销正顺利，10日一共2座越南包机，总共3台出航班，对台东的观光加减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甲嘉义区的监理所合作开设机车驾训快课专班，民众缴付200块的报名费用，训练1礼拜，就当去考奥多拜的驾照咯。
监理站的主考官对过身份了后，考生就会当直接展开路考。即马当咧歇热，监理站逐工拢有真侪人来考奥多麦驾照。对此，台南市和嘉义区监理所合作，开全国头一个奥多麦驾训快考专班，民众付200块的报名费上训练课程，一礼拜内就会当考驾照。大家去上驾训班啊，那些意愿会比较高，这样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如果没有急着要驾照的话，这样。经过统计有参加机车驾训班的学员，相较一般民众考照者，它的违规风险会降低59%，那肇事风险会降低36%。那对于我们整体的交通事故改善是蛮明显有效的。只要满18岁就会当参加，除了中央补助1300块以外，市府还会另外补助1000个人，一人1300块。民众只要付200块，就会当接受完整的训练。甲原本家己去考驾照上悬要开到3000多块比起来，是省真济。若是顺利考到奥多麦驾照，还会当得到一顶安全帽啊！提供1000名的一个报训学员中央补助的1300元。还有市府，我们这边有叠加补助1300元。那这样每位市民朋友的话，还有包含驾训班的他们的一些学费的一个减免，只要负担200块就能够接受完整的一个机车驾训。根据交通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台南去年有要5万人骑机车出代志，占整体交通事故的8成。分析原因发现，除了奥多麦防护性较低，多数拢是甲骑车的机卡甲观念有关系。即届歇热，台南的奥多麦驾训快考专班和1000个人报名，除了替民众省钱，嘛要教民众正确的骑车机卡甲观念。记者温哲恒台南报道。为着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云林县政府今年甲中兴大学合作，伫云林的大鼻乡来试验，甲益生菌当作是猪仔的肥料，来监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初步是发现讲针对甲烷跟气体排放是有减少。县政府嘛表示讲，因会继续扩大来实验。猪仔是温室气体排放量上悬的主要粮食作物，为了消透排放量，云林县府今年头一届甲中兴大学合作，伫大鼻乡职业咧发猪仔时加入益生菌，才搁甲放起来监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试看卖，对咱环境足有帮助，咱就爱先做好行，因为一定要减碳嘛，因为咱即摆的碳排放那么多，气候嘛拢无做好的，所以咱若为本身开始做，会对大家较好。参谋计划设置边讲用益生菌，但肥确实会当用较少，对食物的根嘛较好。虽然是第一届参加试验计划，不过伊讲会继续试看卖。也拿中兴大学嘛讲，初步成果报告显示，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减小看尔，不过甲烷减排大约92%，氧化阿氮嘛降低差不多80%。所以它其实不但能够减少甲烷的排放，又能够减少 N2O 的排放。那 N2O 的排放通常都是在施肥之后。就是说，我们这个水稻田你会施肥嘛？施肥之后，那个 N2O 就会冒出来。那甲烷是大概在有水的时候，它会冒出来。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初步的尝试，来发现其实效果还不错。云林县府计划处讲，面对气候变迁、降低全球暖化，大家拢有责任，会继续用2期猪仔试看卖，卖继续招企业应用益生菌，加扩大到其他乡镇，同齐为环境打拼。记者综合报道。中嘉病院今仔日宣布完成皮肤病理数位化影像系统，会当协助医生临床甲远距离病理的诊断，卖当用来教学。中嘉病院是表示讲，这只是头一步，未来阁来整合愈侪病症系统。数位医疗是目前的趋势，有40几档病理诊断经验的过程统医生，用6档的时间建立皮肤病理数位化全部片影像系统。内面除了有这20几档的传统病理部片以外，伊嘛整理病理注解甲临床相片，做成珍贵的线顶教材书，会当帮助临床诊断，嘛会当提供医生自我学习。我个人收藏了800多片皮肤病理的切片。给皮肤科住院医师教学，用多头显微镜做教学。这些宝贵的材料呢，假使我们能够将它们数位化，
就可以永远保存下来。长庚病院甲科技公司合作，科技公司的创办人叶兆华嘛是医学院毕业。伊讲家己读医学院的时阵，若是要做病理研究，拢是一件足麻烦的代志。除了爱排队去做显微镜以外，有当时也会发生传统薄片褪色的问题。因为有这经验，促成伊完成建立皮肤病理数位化系统，希望会当帮助医生突破空间的限制。我们可以让这些玻片经过数位化之后，就可以很轻松的让学生、老师来浏览啊，甚至进行一个互动的教学的过程。其他医院进行的这个皮肤数位病理的出版，其实只是把病理玻片数位化。但郭教授他在过去用6年多的时间哦，真的是周末的下午都是非常认真的在标注这些玻片，这个要花非常多的心力哦。长庚病院表示，传统的病理检验是由病理医生透过显微镜来检验细胞组织的变化。病理切片全面数位化了后，除了会当提供医生自我学习使用 ，AI 人工智慧嘛会当提供医生判断病人的状况。长庚病院希望皮肤病理数位化系统是头一步，未来会当搁整理搁较侪的病症系统，提供医学使用。记者陈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彰化市福安里的里面，3档前开始来举办具相片的展览，嘛访问地方人士，透过这相片来记录福安里70多年来的变化。主办单位今年是专工用为梅兰博的素兰出价灯，要来重现过去架出热闹的气氛，顺手来消解具相片的展览。热闹趣味的素兰灯行伫路的，大家准备要去展览区欣赏一张的旧相片，有1960年的结婚相、囡仔相，佮有1982年戒严时期举办的里长竞选演说。这是彰化市福安里举办的老相片展览活动，要互民众用家己的相片讲在地故事。即摆主题来去福安里，就是因为咱福安里遮旧的吼住伫遮的人，因有的即摆已经无住在遮搬走啊，但是佫有一寡新的人因搬来遮，甲咱斗阵建设即个新的社区，吼，咱社区有真好的发展。活动主办人王敬玲表示，福安里经过重划、改名、新的建设等等，有的景色已经消失啦。伊希望透过伫街头巷尾的相片展览，互少年辈了解过去的生活历史，见证无共年代的社区发展。真侪老大人伊较早的回忆，即摆少年仔都毋知，所以摕安尼来展览，我感觉是一个真好的活动。对咱家己所生活的所土地，也是咱的庄头。有一寡记忆，也是个历史啊。我感觉老师做这足好的。老相片展览今年是第3年举办，主办单位表示，早前台湾社会常常透过办演讲、音乐会，互人民参与地方事务。即阵因为网络资讯利便，安尼活动愈来愈少了。因希望透过老相片的展览，互民众走入社区，大家开讲交流，了解家己生活所在。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7月14号是法国的国庆日，迄天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2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32度，上悬37度；南部地区上低32度，上悬38度；东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外岛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